Queen 啊，今個月27、28咧，我哋有個重頭項目喎。咁因為好多朋友都中意檳城啦，咁一路都揾緊啲優質物業。咁我哋咧就啱啱公司咧就接咗一個全新嘅項目咧，就叫 The Light Water 嘅 Westin。咁呢個項目嚟講咧，由2間上市公司咧共同打造啦。咁啊 IJM 係當地有名嘅馬來西亞上市公司啊 Aphelion 咧就係新加坡嘅上市公司。係啊，呢個項目咧就係發展商嘅旗艦項目嚟嘅。港紙370萬蚊起就可以買到一個全海景一線嘅豪華住宅，兼夾係一個私隱度極高嘅項目。佢係打造成類似我哋香港會議展覽灣仔嘅地段一樣，將來咧亦都會有呢一個嘅輕軌嘅交通配套啦，係一個綜合體啦，係又有好多商業配套啦，咁啊再加上有海啦，係如果你而家購入灣仔嗰個匯景閣啊，應該都唔平嘅。點解發展商會係一個旗艦嘅項目呢？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發展商知道喺未來咧就會有一條輕軌，咁會係由呢一個機場出就去到呢一個中間位，然後咧就會係直上呢一個嘅 Georgetown。咁所以咧，其實發展商好聰明，佢攞咗呢一塊地咧，係做咗一個喺檳城，無論你係出入或者係居住嘅話咧，佢攞咗個中間位，而且咧亦都好方便咧，就係近住呢一個嘅檳城第一橋，亦都可以過翻去呢一個嘅北海嗰邊咧，做其他嘅交通配套嘅結合點。呢一個項目咧，佢係會有2座嘅。咁首先咧就會推出呢一個 Tower A， 一層咧就5個單位，而每一個單位咧都係戶向海嘅，而且仲係向東。咁佢個日照時間咧就會比較多，吹翻嚟嘅海風咧都非常之清涼嘅，同香港嗰啲海景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分別嘅。物業嘅配套咧就會有好多嘅設施啦，咁亦都會送呢一個嘅車位嘅。以而家最平370萬蚊起嚟講咧，佢係2房加1個書房嘅size，1152尺。3房嘅話咧就係去到1410尺至到1645尺嘅。最大嘅單位咧就係佢頂層嘅複式啦，咁就係2454尺同埋3185尺嘅。發展商咧就設計呢一個嘅單位咧，全部咧都係精裝修交樓嘅。咁裏邊包括乜嘢咧？就係地板啦、廚房嘅所有嘅設施、櫥櫃同埋爐頭咧都已經係安置好晒嘅。咁另外房間啦就係鋪晒呢一個柚木地板啦。其實喺檳城買樓咧，唔係個個樓盤咧都有咁高嘅交樓標準嘅，因為最基本一啲設備，例如係廚房嘅櫥櫃或者係電器咧，係一般都唔包嘅。咁而呢一個發展商咧，就基本上係全部包晒㗎啦。喺展銷期內咧，我哋會係有好多嘅戶型啊，俾客人去揀選啦，同埋咧亦都可以親自睇到每一個樓層嘅景觀嘅。當然啦，大家觀眾朋友注意翻啦，呢個項目嚟講咧都係一個樓花項目嘅。馬來西亞嚟講咧，成個付款方法買樓咧，同新加坡一樣，叫 progressive payment。咁啊起到邊俾到邊。咁呢樣嘢嚟講咧，都有個好處喎，因為呢個樓交付之前咧，其實頭先我講嘅一啲生活配套或者會展中心、酒店咧，都喺之前陸續落成咧。係啊。咁其實有個好處就係話個客人咧，到時收樓嗰陣時咧，呢啲嘢齊晒啦。咁啊變咗個小區又成熟咗。最近大家都知啦，啟德嗰邊都好火嘅，好火係咩咧？哇！原來有啲綜合體項目咧，一拎出嚟賣完之後咧，二手都獲利嘅。咁成日如果依類型嘅項目而家放諸四海喺全世界咧，我都相信係受歡迎。呢個項目咧，其實咧就好近檳城嘅第一橋嘅。咁以我所知咧，第一橋過去呢一個北海咧，其實就有好多經濟嘅配套喺度㗎。其實檳城咧，我哋叫咧就東方矽谷。咁呢樣嘢就係而家全世界最 hit 嘅 topic 啦。因為美國成日都講晶片呢樣嘢，半導體係點樣？咁唔講唔知，原來檳城咧，我哋咧都有好多大型嘅知名嘅公司咧入咗去咧，係做緊呢個生意嘅。我哋熟悉嘅 Intel 啊、Porsche 啊。我自己個睇法就係話，整體嚟講個經濟咧，即係我哋有一個叫做高新科技啦，去推動個經濟咧，
咁啊對樓市嚟講一定會好。最近嚟講咧，個 GDP 咧都上翻5%，檳城嘅樓咧係一路有個樓價指數咧已經係升到200幾㗎啦。咁當然嚟講咧，即係你買一個樓，有好多朋友有陣時會講就話，我買個樓就退休啫，我都唔理究竟係點。咁但係我自己嘅睇法，你買個樓退休，將來都有機會俾小朋友㗎啦。咁如果層樓係保值升值，咁呢樣嘢咧就一定係同當地嘅經濟有關係啦。除咗經濟以外咧，最緊要條輕軌啦，即係經呢場輕軌，我哋以前講台灣講咗咁耐，有一個鐵路機場快線去到台北咧，都帶動到唔少嘅。咁所以其實輕軌嚟講咧，未來咧通咗之後咧，咁我相信檳城嘅人口個活力咧，第一有經濟啦，第二就係交通基建嘅成熟咧，嗰邊嘅樓價我自己都會睇好。展銷會期間，發展商都會有啲優惠俾到我哋嘅買家啦。咁啊，具體內容係點咧？留意關注我哋，可以私信我哋，咁啊可以知道更多呢個項目嘅情況啦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